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打败恐惧的小勇士凯凯。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叫凯凯，他住在士林夜市附近。他喜欢吃蚵仔煎、玩积木。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梦想哦，成为一名勇敢的太空人。可是凯凯有一个小秘密，他其实很胆小。他怕黑，怕狗，怕打针，甚至连学校里的数学考试都让他紧张的肚子痛。每天晚上，当妈妈关掉房间的灯，凯凯就会觉得床底下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，让他不敢闭上眼睛。妈咪，我可以开小夜灯吗？凯凯总是这样问。当然可以呀，凯凯，妈妈温柔地说。开小夜灯没问题，妈妈有时候也会开灯呢。但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，这很正常。你可以选择怎么面对它，比如开灯、深呼吸，或者带上你最喜欢的玩具，或是抱着妈妈的衣服。每一次你试着面对恐惧，你就会变得更勇敢一点点。凯凯眨了眨眼睛，问：所以我不用马上变得很勇敢吗？妈妈笑着摇摇头，不用啊，勇敢是一个过程，就像学骑脚踏车一样，慢慢来就好。重要的是，你知道自己有选择，而且每一次尝试都会让你变得更厉害哦。有一天晚上，凯凯躺在床上，突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，哩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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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哩。凯凯吓得跳起来，打开小夜灯，发现床底下居然有一只小小的毛茸茸的小精灵。它长得像一颗圆圆的棉花糖，眼睛大大的，还有一对闪闪发光的小翅膀。你是谁？凯凯小声问。我是你的恐惧小精灵啦。小精灵笑嘻嘻地说，我叫 Q 宝，专门住在害怕的小朋友心里。你越害怕，我就长得越大哦。凯凯惊讶地问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不想让你变大。Q 宝眨眨眼说，很简单呀，只要你学会面对恐惧，我就会变小，最后消失不见。但记住，你不需要喜欢恐惧，只要学会怎么跟它相处就好。凯凯决定要成为一个勇敢的小勇士，学习怎么跟恐惧相处。他找来他的好朋友小美和小豆，一起制定了一个勇敢计划。第一步，面对黑暗。凯凯最怕黑，所以他们决定先从黑暗开始。小美带来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勇气手电筒，小豆则负责当黑暗守护者。晚上，凯凯鼓起勇气，关掉小夜灯，打开勇气手电筒。他发现，原来黑暗里根本没有可怕的东西，
只有他的玩具和衣服静静地躺在那里。你看，黑暗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小美说。Q 宝在旁边点点头。你已经让我的身体变小一点点了，但如果你觉得需要开灯，也没关系哦。凯凯想了想，说：“那我试试看关掉手电筒，数到10，如果还是害怕，再打开它，可以吗？”小美和小豆一起点头，当然可以，慢慢来，不用急。凯凯关掉手电筒，开始数，1、2、3、4，一路数到10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好像没那么害怕了。我做到了，凯凯开心地说。Q 宝笑着说：“你真的很棒，每一次尝试都会让你变得更勇敢哦。”隔天早上，他们到公园玩，看到一只可爱的柴犬正在和主人玩球。凯凯要面对他最怕的狗狗。它会不会咬我啊？凯凯紧张地问。小美想了想，说：“我们可以先问问狗狗的主人，看看它会不会咬人。如果主人说它很乖，我们可以试试看，远远地跟它打招呼。”凯凯点点头，鼓起勇气走向柴犬的主人。阿姨，请问这只柴犬会咬人吗？主人笑着说：“不会啦，它很乖的，你可以摸摸它，它很喜欢小朋友哦。”凯凯深吸一口气，决定试试看。他站在离柴犬几步远的地方，轻轻地挥了挥手，嗨！嗨！柴犬摇摇尾巴，慢慢地走过来，嗅了嗅凯凯的手。凯凯惊讶地发现，原来狗狗一点都不可怕，反而很可爱呢。Q 宝又变小了一点，开心地说：“你越来越懂得怎么跟恐惧相处了。”隔天回到学校，凯凯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，学校要安排打疫苗。他立刻紧张的手心冒汗，脑海里浮现出尖尖的针头。妈咪，我可以不要打针吗？凯凯可怜兮兮地问。妈妈摸摸他的头，打针是为了保护你的健康，虽然会有一点点痛，但很快就会过去。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，让它变得不那么可怕，好吗？凯凯点点头，决定把打针也加入他的勇敢计划。小美说，打针的时候，你可以带一个你最喜欢的玩具，或者想象自己是一个超级英雄。针头是打败病毒的秘密武器。还有，你可以请护士阿姨帮你数1、2、3，数到3的时候就打完了。小豆也说，你可以深呼吸，数到3，然后慢慢吐气，这样就不会那么紧张了。还有，打针的时候不要看针头，看看旁边的墙壁或天花板，这样就不会觉得可怕了。最后妈妈说，我们可以提前练习一下，用你的手指轻轻捏一捏手臂，感受一下那种小小的压力，这样你就知道
打针的感觉其实没那么可怕。打针那天，凯凯带上了他最喜欢的皮卡丘玩具，还用了小豆教的深呼吸方法。当护士阿姨准备打针时，凯凯紧紧抱着皮卡丘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心里想着：我是超级英雄，这支针头是我的秘密武器。护士阿姨温柔地说：凯凯，我要开始咯，1、2、3，数到3的时候，针已经打完了。好了，打完喽！护士阿姨笑着说。凯凯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打针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他开心地对妈妈说：妈咪，我做到了。Q 宝在旁边点点头。你真的很棒，连打针都不怕了。最后，凯凯要面对他最头痛的数学考试，他总是担心自己考不好。小美曾经教他一个秘诀：当你紧张的时候，就深呼吸，数到3，然后慢慢吐气，这样就会感觉好多了。但在考试的前一晚，凯凯紧张的睡不着觉。妈妈坐在他床边，温柔地说：凯凯，你知道吗？除了深呼吸，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让考试变得不那么可怕哦。凯凯好奇地问：还有什么方法？妈妈笑着说：你可以试试看这些。首先，对自己说鼓励的话，像是我可以做到的。还有，带上你最喜欢的幸运铅笔，让它陪你一起考试。最后，把考试分成小部分，一步一步来，不要急。凯凯点点头，觉得这些方法好像没那么难。考试那天，他带上了最喜欢的皮卡丘铅笔，还对自己说：我可以做到的。当他开始写考卷时，他按照妈妈的建议，把考试分成小部分，一步一步完成。虽然题目还是有点困难，但他尽力完成了考试。啊，我做到了！凯凯开心地对自己说。Q 宝变得更小了，几乎快要看不见了。经过一连串的挑战，凯凯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勇敢。他不再怕黑，不怕狗狗，不怕打针，甚至连数学考试也没那么可怕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凯凯躺在床上，发现，咦 ，Q 宝不见了。Q 宝，你去哪里了？凯凯问。一个小小的声音从他心里传来：我还在这里，但已经变得很小很小了，因为你学会了怎么跟恐惧相处，所以我没办法长大了。凯凯开心地笑了，原来恐惧真的可以被打败。妈咪，我现在不怕黑了，凯凯骄傲地说。妈妈摸摸他的头，凯凯，你真的很棒。记住，勇敢不是不害怕，而是即使害怕，也会努力去克服。如果你觉得需要开灯，那就开吧。如果你觉得可以试试看关灯，那也很好。重要的是，你觉得舒服就好。凯凯点点头，心里默默地对 Q 宝说：谢谢你，让我学会了勇敢。从此以后，凯凯成为了家里的小勇士，
还经常帮助其他小朋友克服恐惧。每当有人问他怎么变勇敢的，他总是笑着说，其实恐惧就像一只小精灵，它会在你心里蹦蹦跳跳，但只要你勇敢面对它，它就会慢慢变小，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棉花糖。他还补充，如果你觉得需要一点帮助，比如开灯、深呼吸，或者带上你最喜欢的玩具，那也没关系哦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害怕的时候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学会怎么面对它。有一天，小豆问他，那如果小精灵又变大了怎么办？凯凯眨眨眼睛，笑着说，那就再打败他一次啊，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秘密了，他最怕勇敢的小朋友啦。从此，凯凯和小豆一起成为了恐惧小精灵的专家，还发明了一个口号，勇敢就是即使害怕也会试着面对哦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